2月15日星期日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馬竇福音。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除法律和先知，我不是來廢除，而是使他們達到圓滿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即使天地消滅了，法律上的一點一畫也不會作廢，直到全部達到圓滿。凡你們所說的話，是即是，非即非，其餘多說的，都來自那邪惡者。反省，呢段福音係3宗聖訓裏邊其中嘅一部分。耶穌希望大家去更好嘅方面作出改變，而唔係再固守嗰啲表面嘅嘢，令到生活更好。我哋諗一諗，守一般嘅規矩同埋守天主誡命有冇分別嘅呢？分享理解。我不是來廢除，而是使他們達到圓滿。呢一句說話應該點樣理解呢？分享說明一下。祈禱意向，祈求聖神護佑我哋，讓我哋嘅德行日漸進步，喺生活上嚴守天主嘅誡命，活出真善美嘅圓滿目標，感謝同讚美佢。行動回應，主日彌撒中要好留心聽神父解釋呢一段道理，以免產生誤解。